镜头对着你的菜板来，镜头对着。哎，好嘞。哎呦，好专业啊！哦，可以了，这个。哎呦我去，刀工这么好啊！哇，这么专业啊！那50老婆是假的，都是女主播。我就说她没那么大本事。OK。给我看饿了，给我看饿了。嫣然让他舔一下指头。哎呀，这个有点辣哦，这个。辣椒有。辣椒这个就是辣的。对，很辣嘛。还要加辣椒？西藏人这么能吃辣吗？家人们，大晚上的给我看饿了怎么办？哟，他真的好专业。他刚才把锅翻过来加热一下，那个动作好专业哦。我的天哪！这里面有盐吗？你等一下再放盐。先加油啊！这可以吗？啊，可以，没事，多少都可以。好香啊！看着都出味儿了，家人们。可以了，好。肉里头放点淀粉，对，应该放点淀粉。哇，这个锅好。哇！哇！哎呦！哎呦！等会儿这能播吗？耿志，你别把，看着好有食欲啊！看着好有食欲啊！一般有，我吃不下，吃不下这么多吧？我要盖饭。看着好香。你要盖饭要放盐。好香啊！天哪！给我看饿了，拿个泡菜，我想吃夜宵哎。行，好。